过来看经济部的律令推动中心的前副执行长郑益林，伊涉嫌收乌生钱200万，替这业者甲台电施压，协助开律令公司。即马检方是已经甲声押进见。穿朴色 polo 衫和底裤，伫法警的带领之下，对身份识行出来。伊是前经济部律令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益林，即马锁监入8案，防搜索约谈。嘛，做伙互调查的，还有郑益林的爸母和台电的高层、政府总经理肖胜任、副总兼执行长的柯国良等等，拢总9个被告，5个证人。先后郑益林洪声押，伊的爸母一人10万交保。大家好，我叫郑益林。今天将跟大家分享有关台大经济系的一切。检方这摆调查的重点，就伫咧经济部的律推中心前副执行长郑益林。根据了解，调查局接到证据，讲伊伫咧任职的期间，疑似向台电施压关说开电用量，帮助业者开律令公司收乌钱200万。检警伫25暗时分22路大动作来搜查。他年纪轻轻的，主要是有政务委员无姓的政务员在后面罩着哈。所以我们希望减掉呢，就是除恶务尽。只要涉贪，只要涉及舞弊，不论蓝绿，不论是谁，都要严办。郑益林过去捌做行政院人员和检察办公室的主任，和民进党智库，接落来，阁转任经济部律推中心的副执行长，阁小连续出任台中宽海的董事，在电视电平台台电的总经理，背景真高，引起关注。总统一再表达他的立场，任何涉入司法的案件，不分党派，也不问何人，只要有司法侦办的相关证据，他的立场都支持依法严惩，勿枉勿纵。经济部涉入8案府院的立场相同，表示讲对非法的事件绝对会追查到底，强烈制止。经济部这边表示讲尊重司法调查，若是有需要会配合侦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